明仔载就要开始来歇2礼拜的连假，这气象署是表示讲，这几日咱的这天气是受到风面甲东北季风的影响，沙雨是落袂离的，所以民众出门一定得爱会记得早雨伞。另外呢，这2礼拜连假过了呢，还佫有一波新的东北季风会到位，到时阵天气会变凉，又佫淡湿。春天的天气变化较大，气象署讲对2日暗开始要变天啊。受到风面甲东北季风影响，日市透早就会开始落雨，尤其北部甲中部雨会落较大。到3月初1，加上华南分雨区向东平线，3月初2，佫有一波新的风面瓦境，所以到3月初4进前，拢会是寒冷的天气。2号之后呢，又会有一波锋面加东北季风影响，在中部以北、东半部地区还是一样是容易下雨的，而且在这一波锋面的影响当下呢，其实整个北台湾都是属于比较容易下雨的，降雨的时间也会比较长哦。那到了3月3号到3月4号，受到华南雨区整个西半部地区还是蛮容易下雨的，特别要提醒，在中南部地区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出现哦。另外，温度的部分，气象署表示，2礼拜连假降温较明显的地区出现伫北部，其他的地区也是较温暖的天气。到3月初1会小可回温，不过3月初3有新的东北季风落南，到时北部的温度佫会下降。3月3号下一波东北季风南下，北台湾温度才会有比较明显的下降哦。所以说总结来说，未来1周的话呢，主要温度变化比较大的地方还是以北台湾为主，中南部还有比较偏向是花莲、台东地区的话，都还是属于比较舒适的一个天气状况。气象署表示，续落来这礼拜拢较会落雨，提醒民众出门就要会记得扎雨伞。若有要去海边啊，要注意，影会较大，风会较透。记者陈心彤、王志光台北报道。